盛竹如最近再度在脸书谁摔死了李欣 PO 出影片，自曝有人跑到他家，要他拍影片公开对罗淑蕾道歉，否则让他倾家荡产。罗淑蕾听闻气愤又无奈，讽刺根本为了宣传影片炒作。而盛竹如再度回呛，明天22都要开庭了，当然要为自己说话，哪还有时间管宣传？前立委罗淑蕾、盛竹如你卖力演出啦！夸大不实毁人名节，你到底拿了郭新正多少钱？前立委罗淑蕾语气充满无奈，就是因为这段话。盛竹如访影片，有人跑到我家，要我拍影片公开对罗淑蕾道歉，不然就要我倾家荡产，罗淑蕾就会对我撤告。我说这种事我不会做，他说你要小心，还有8个人要告你。前立委罗淑蕾，天底下有那个原告去找被告说要和解了吗？那个人是1月8日去找盛竹如，我是到2月13日才知道。晒出 LINE 截图证明不知情，盛竹如则说对方透露自己是媒体人，但根本不熟识。去年10月罗淑蕾向盛竹如提告加重诽谤，22日就要开庭，双方1月见面，却在2月中才自曝。罗淑蕾讽刺盛竹如为影片炒作。前立委罗淑蕾1月8日就去找你去威胁你了，那你怎么不报警？到现在你的影片要出来了，盛竹如，我已经被告了，我要上法庭了，我还替影片宣传什么？以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被告过，但是法官看了以后笑了一笑，根本就没事。对于开庭倒是充满信心，表示自己只是照脚本工作，尤其当时就住在李欣家旁边，也是心疼，为了伸张正义才接下旁白工作，加上许多网友支持，不怕败诉。盛竹如，警员到我家来，然后我们在那边谈，他们说你放心，我们会保护你。我说台湾治安这么好。否认传出闯家门一事，安和派出所也表示盛竹如没报案，是主动关心，双方依旧各说各话，外界雾里看花，就等法官定夺。